少少，因為始終黃金嚟講區間得嚟有時會比較震盪，咁通常都係以向上為主，但係都係比較短線好啲啦。咁啊，另外咧就阿朱子請教完你，即係金啦，即刻又要講下同佢啊相關係數咧相當高嘅美元匯價啦。嗱，其實咧今個禮拜 Jacob 就冇乜話數據啦，今晚就假期，咁啊要嚟緊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先至會有比較重要啲嘅數據。咁啊星期三咧有新屋嘅動工啦，咁啊亦都咧係有個 PPI 嘅數據啦。咁啊嗱，特別咧要留意就係今個禮拜啦，市場關注到多間嘅公司啦會公布業績啊。其實你點睇咧今個禮拜數據同埋業績對美匯指數嗰個走勢嘅影響咧？嗱，其實你話睇翻美金啦，當然你話個別嘅數據嚟講咧，我相信都唔會話太過利好美元嘅走勢，因為最近我哋睇翻咧，其實數據上咧大部分都係唔係咁支持到，可能話喺未來一段時間美聯儲加息。況且睇翻咧，其實喺未來一段時間嚟講，更加亦都可以睇到美聯儲本身嘅動向，佢哋本身對經濟方面嘅評估咧，亦都對加息嘅預期慢慢淡化翻。咁你話公司業績方面咧，咁如果你話即係意外地好嘅話咧，可能會對美元有一定嘅支持，因為變翻就係話，可能市場會炒作翻就係，既然個業績都唔錯咯，可能推動到加快喺個退市步伐方面嘅進展，咁令到個美金走強嘅。咁呢個都要睇翻究竟個數據或者個業績有幾好啦。如果唔係話太過好嘅話，其實可能變化都係唔大。尤其是我哋睇翻最近匯市咧，就住美金嚟講，其實個上落市都幾明顯啊。咁同埋個別匯價都好，真係個別發展啦。咁睇翻有時譬如話睇翻日本嘅財相嘅言論啊，或者澳洲嘅意外嘅就業數字等等咧，其實會間接影響到嗰個匯價就自己個別抽升咗。咁可能呢一段時間都未必會走得出呢個困局住啦。咁啊 Jacob 話再睇翻咧，咁啊喺呢一個歐元方面啦，咁啊過去嗰幾天咧，咁啊歐元曾經就上過去接近1.46啦，反彈呢啲位，不過咧就似乎呢兩日啊，咁啊呢兩個交易日啱啱過咗，就見到有回軟咯。咁啊歐洲嗰方面嘅消息咧，就話特里謝咧對於前景嘅睇法啊，咁啊嗱經濟前景佢又冇乜點樣改變嘅，但係對於呢個嚟緊咧會唔會加息咧，咁佢又冇講到，只係話咧佢睇唔到咧呢一個即係短期嘅呢個隔夜息市場未來幾個月咧都即係會調升喎，咁即係話息口依然都係偏低啦。咁啊究竟而家嚟講歐羅嗰個走勢，你會點睇啊？嗱，其實歐羅方面咧，其實有少少令人失望，就係話真係啦，啱啱講翻就係歐央行方面特里謝嘅言論咧，其實係幾利淡歐羅嘅。因為睇翻就係話原先預計咧，其實應該特里謝可能會對通脹方面有少少嘅暗示，可能會重臨啊等等，從而利好翻個匯價啦。咁但係佢對通脹方面前景嚟得都睇得幾樂觀啊。咁佢哋話可能喺將來一段嘅通脹都會可能比較滯後少少啦，咁同埋佢都好堅稱我強勢美元嘅重要，咁呢個亦都係變相咧，其實反映到歐盟方面咧，即係歐盟方面對歐元升值咧開始有個戒心喺度，咁變咗其實長遠嚟講，可能歐羅咧，如果要買入非美貨幣嘅話咧，其實可能會落後，譬如話英鎊啊、商品貨幣啊，甚至乎可能落後瑞郎添嘅。咁呢個要留意翻就係話，如果佢數據當然係仍然都係穩定啦，咁但係你話就住佢央行嘅言論咁樣睇咧，我諗短暫嚟講支持歐元嘅因素就少咗啦。咁呢個要留意翻。其實暫時嚟講，如果未有持倉嘅話咧，都唔好建議即係唔建議話太過大注去買入啦。咁可能真係純粹一個上落市嘅買賣就會好少少啦。咁啊，另外 Jacob 話想請教埋你英鎊啦。嗱，鎊方面咧睇翻咧，就雖然冇乜話利好嘅消息啦，但係咧佢咧就即係個情況都幾犀利喎，由1.6嗰啲美元水平咧升到而家咧1.632啦。咁啊，其實譬如話，如果早前咧買咗係鎊嘅話咧，其實而家係咪咧應該先行咧應該部署咧獲利或者平倉離場？嗱，如果獲利嘅話，睇住個阻力位啦。其實上次咧曾經去到1.6350呢個阻力位咧，就係之前個高位拉出嚟嘅下降位喺日線圖裏面可以見到個阻力嘅。咁啊，要壓翻落嚟啦。但係而家見到嗰個匯價方面曾經短暫回調過啦，應該上個禮拜五嘅獲利平倉盤又佢壓咗落去啦。但係又再走翻上嚟啦。如果一旦穿嘅話咧，其實至少都會睇到1.64甚至乎更高。所以如果你話有倉位嘅話咧，有兩個選擇啦，就係會唔會搏一個突破？如果真係搏到突破嘅話咧，其實可以繼續持有，因為睇翻個勢都幾靚。我哋睇翻譬如小時圖啦，曾經有個叫做破軌再回翻落去嘅時候咧，就做唔到低位，再破前高。咁其實呢啲都係啲轉勢嘅跡象嚟講。我建議嘅話，如果有嘅話，尤其是個匯價慢慢都係開始硬淨啊。咁其實繼續持有咧，可能會好少少啦。好。咁啊，再睇下啦，就商品貨幣嗰方面啦，唔少呢個香港、澳門嘅投資者咧都中意睇下澳幣嘅走勢啦。咁嗱，又係呢一個經濟數據啦。不過睇翻12月份失業率咧，就去到5.5%，係8個月嘅低位啦，比市場先前預期咧5.8%咧就低咗0.3個百分點添。嗱，經濟前景咧亦都唔錯，就業人數亦都增加咗啦。澳洲咁啊，睇翻個表現啦，亦都真係上到去9.40啦。後市仲會唔會有力上多一陣啊？
嗱，睇翻啦，而家小時圖方面咧，如果你睇翻圖表啦，其實就有個雙頂走出嚟嘅，亦都係之前講嘅阻力位啦，就係頭肩頂嘅右肩嘅9320呢個位置左右。咁嗱，如果雙頂嘅話，就留意翻個頸線啦。其實今日個頸線咧都好接近啦，因為頸線應該就喺9170呢個位置嘅。今日個早盤嘅低位都曾經做過，大家早前提過啦，如果澳元做唔到新高嘅情況之下，就千祈唔好再做嗰個新嘅低位。咁個低位其實有幾個，就一個9170啦，另外一個就9120啦，另外一個就91水平嘅。其實只要澳元方面嘅匯價唔能夠做到呢幾個低位嘅話呢，其實仍然值得逢低吸納嘅。因為而家見到嘅就係話，就算下個月真係唔加息都好啦，展望未來都一定會有加息嘅機會喺度。咁你話澳元如果只要突破到9320呢個前高位嘅話呢，分分鐘就會可以上到95美線，所以建議翻呢，其實呢個階段嚟講呢，仍然繼續逢低吸納啦。未來嘅數據我相信都唔會話太過差㗎啦，起碼至少澳洲喺咁多國家嚟講呢嘅經濟嘅基調嚟講呢，可以話係最好。咁呢個就即係投資者大家算可以長線嚟講可以收息，短線嚟講亦都係適合，譬如話可能低位買入啊，可能50-60點子嘅盈利呢，亦都唔難去捉摸到。咁啊，另外 Jacob 我想請教埋你嗰個港匯方面啦，因為見到港匯啦，今日就穿咗7.76嗰個水平啦，咁啊而家做緊7.7622，咁啊屬於大約一年嗰個係叫做低位嚟㗎，咁啊其實咧相對咧，我想問翻咧，譬如話咧，而家係咪真係見到有一個資金逐步流走出去嘅現象咧？特別喺即係譬如喺盤路方面見唔到有個咁嘅情況？其實見到嘅，因為咧其實呢個好耐都冇喐過啦，突然間有一個尤其是佢一喐嘅時候咧，其實個速度都會比較急啲，即係佢唔係慢慢逐步上。咁呢個就不過視乎你話其實個資金外流嘅情況係有喺度啦，但係你話其實佢個動機或者個目的喺邊度咧？咁呢個好難講，可能可以咁講，之前嘅資金實在太多喺香港，咁而且佢就算真係留翻走，可能係其他地方有更加好嘅投資機會，亦都唔出奇。咁情況係見到嘅，但係你話真係對市場方面嘅影響或者係咪信心有所動搖咧？咁我就暫時未見到住啦。咁啊，最後咧就講埋隻加指啦。咁啊，加指咧上個禮拜比較反覆啦，咁亦都即係打壓咗加元嘅升勢。咁啊，究竟呢個禮拜可唔可以有啲咩利好因素支撐佢咧？嗱，聽日就會議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就住加指有議息嘅話咧，其實係利淡居多嘅。見到就係話每次即係利息公佈之後，可能都會大概維持不變啦。咁大家都好着重啦，究竟其實加央行對於加元嘅走勢嘅評估啦，或者係對於利率方面，會唔會真係6月打後先會考慮加息啊？呢啲會有一個炒作喺度。如果你話即係暫時見翻最近加拿大嘅數據，亦都唔係話一致地向好嘅。咁見翻如果你話加央行仍然都係偏向可能話覺得強勢加元影響到經濟嘅話咧，其實呢句説話已經足以推翻個加元落嚟。所以如果話作為一個即係買入加元呢個策略嚟講咧，暫時又唔係咁可取啦。始終商品貨幣嚟講，我就都係建議澳洲紙會比較好少少。咁啊講起做好多謝 Jacob 嘅分析。咁我聽日同一時間咧，繼續有福匯亞洲嘅專家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講下匯市。